台南满豆的文旦特色，因为皮薄、汁济、甜度高，又搁淡薄仔卫生的风味，长期受到消费者的喜爱。今年虽然当着风灾甲着大雨的影响，产量有减少，不过市长委托还是把握机会，将电视的购物平台推销台南在地优质文旦。这次是第20次来到东升农场了哈，那我们非常非常开心，因为小农卖得好，他们就开心。那有人说今年麻豆文旦比较少，为什么还要来这个我们东升农场来介绍呢？因为我们平常就要把我们的好东西介绍给更多广大的消费者，尤其是东升农场都是优质的消费者，因此呢，这个时候来介绍给东升农场，他们买的越多，将来等到我们这个丰收的时候，那么就不怕这个买不到，也不怕卖不出。所以说，东升农场是最好的行销管道，尤其产地直送加政府50%的东升币，能够让这个消费者满意，这个生产的农民更开心。因为产量的关系，原本限量200箱，每箱6公斤装，真紧就卖完。后来佮追加400箱，总共600箱，无到40分钟，就全部销售一空。除了显示消费者对着台南农特产热烈的支持甲肯定，同时嘛见证着市长黄伟哲销售的功力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